係咯，咁呢個景其實係好靚㗎，因為呢個景就係我屋企嘅入門口個景啊，因為我種咗好多花、好多樹啦，所以咧就係啦，真係嗰啲樹葉啊，綠綠地係咪配到個天空，係咪配到好靚啊？咁啊啱啱幾棵樹咧就遮咗個門口。咁啊，可以令到個門口都真係好涼爽啊，真係好舒服啊！係啦，咁即係講到即係大家都即係都每個成年人啦，即係大家都即係女士們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依家話想靠一個男士嚟真係嚟嚟信佢啦，可以咁講啦，係嘛？信佢俾到生活自己啦，信佢俾到安定啲嘅環境啊。其實我覺得依家嘅希望咧，即係大家都唔好抱住好高嘅希望啦，因為大家即係講真，依家大家都同一個社會裏邊，大家都有競爭，係嘛？你話佢話我想同佢生活喎，或者佢有幾多錢喎，講俾我聽喎，咁到頭來又實現唔到喎，係嘛？咁如果實現唔到咧，同你兌現唔到咧，咁我覺得真係係咯，呢段婚姻就個信用咧就好難去維持㗎。咁你話想維持一段婚姻，其實真係唔係容易啊！大家嚟講，生活啦、要求啦，咁你要求佢，佢要求你啦，咁彼此之間都有要求啦，係咪先？咁如果你話全部信佢喎，哇！咁你全部信佢，你仲加慘，係嘛？當佢真係冇得俾你嘅時候咧，哇！咁你真係真係好難去接受呢個事實咯，係咪先？咁如話我要離婚要佢佢兌現唔到承諾啊，係咪先？咁我哋真係要有自己有一套準備啦，係咪先？如果你冇一套準備咧，咁你下信咗佢咧，哇！咁到頭來，如果佢走咗啦，或者佢有任何意外啦，各方面啦，咁你咪揦起手都冇晒準備咯。